住了是不是？撑不住了啦。哎呀，对啊，大病3年，就没办法改变嘛该。你怎样？先乐到最后啊！之前没有懂得克服对调家娘有意思没？请一个有钱人，然后调家娘家庭，整个事情就做得结结，还有没有清楚没？阿比兰啊，唔识，不用哦，高层半年的，2张来1张没，还全部都胎嘞。实在唔错钱，调家娘我调人生1文钱啊！媽，你到底攞埋晒藥費啊？乖矮啦，替我注意诶，fon单然后写清楚再慢慢用。工厂的买特嘞，充满还是要的事情哦。你跟我讲。工厂水落要好，能够坚持。苏长，用侬的fight的黑毛，按用上。